按先来熟识一下，等下上课要用到的词汇，大家要记得听得见吗？缴费、纳钱、纳钱；水费、费掏钱、费掏钱；现金、现金、现金；信用卡、信用卡、信用卡；收据、收据、收据；自动扣款、自动扣钱、自动扣钱。好，请问上个番字乜解呢？我介费托单过去咧，无法度到便利商店啦。请问是得来理片那么？好，要带费托单吗？要，单头到呢位。你去嘅费托钱係95元元，要用现金也係信用卡呢？我用现金。你係嘅手機卡，找嘅錢。羅蘭，下一擺要記得到時間內納冇。另外，每個人是得辦理自動扣錢，佫較利便。好啊，好啊，安尼就唔是行價一個咧。看過頭下嘅樣片，按強下來學習記記常用嘅對話。明治期的水費是95元。你去嘅費托錢係95元，你去嘅費托錢係95元。這期的你去嘅水費費托錢95元，95元。好，整句念一次哦。明治期的水費是95元，你去嘅費托錢係95元，你去嘅費托錢係95元。您要用現金或是信用卡呢？內用現金也係信用卡呢？內用現金也係信用卡呢？您要用，要用現金、現金，或是也係信用卡。你要用現金或是信用卡呢？內用現金也係信用卡呢？內用現金也係信用卡呢？下次要記得在時間內繳哦。下一擺要記得到時間內納冇？下一擺要記得到時間內納冇？下次下一擺要記得在時間內到時間內繳納。下次要記得在時間內繳哦。下一擺要記得到時間內納冇？下一擺要記得到時間內納冇？您可以辦理自動扣款，你是得辦理自動扣錢，可以是的辦理自動扣款，自動扣錢。您可以辦理自動扣款，你是得辦理自動扣錢，好，你下所有嘅記性都夠撇咧，大家正期嘅事，要多聽多講哦，安尼才會進步，加油哦！